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来到祷告会以及圣经共读，让我们一起借着神的话来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以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奇迹神事。我们一起来赞美。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找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每一根头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我们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知道，你都细数过。是的，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陪伴我们，谢谢你保护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在提摩太前书5章1到16节。那我们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那我来攻读。第5章第1节，不可严责老年人，不可斥责老年人，要劝他像劝自己的父亲一样；待年轻人要像待弟兄一样；待年老的妇人要像待母亲一样；待年轻妇人要有纯洁的心，像待姐妹一样；要尊敬真正守寡妇的妇女。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这些后辈就得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真正守寡的妇女无依无靠，只仰望上帝，日夜祷告，祈求他的帮助。至于专享享乐的寡妇，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
你要这样教导他们，免得他们受指责。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还要坏。关于寡妇的登记，60岁以上的才登记，他们必须只结过1次婚的，而且必须有善行的生育，好比善于养育儿女、接待远客、洗圣徒的脚，扶难济急，尽力做各样的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不要登记，因为他们情欲冲动，离弃基督时就想再嫁，违背当初所许的愿，因而取罪。他们又学会了浪费光阴，挨家挨户串门子。更糟的是，他们说长道短，专管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所以宁愿年轻的寡妇再嫁，生儿育女，照顾自己的家，使敌对我们的人没有攻击的把柄。因为已经有些寡妇已经改变初衷，随着撒旦去了。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她就得照顾他们，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这样教会才能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以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就来进行圣经的共读。那共读的进度是按照新眼光读经哦。好，所以从6月1号开始到6月17号，我们这个新眼光读经的进度是提摩太前书，还有提摩太后书。好，那在我们读的这个提摩太前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好，特别是提摩太从年轻跟随保罗，好10几岁跟到快要30岁哦，所以这一段的期间，好，提摩太一直跟随着保罗的身边传福音团队的服事，好，甚至有4次的布道旅行当中，好，提摩太就参与了3次。而保罗在离开罗马监狱之后，好，又第5次的旅行，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保罗前往腓立比，在腓立比的地方就写了这封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那对提摩太的提醒，好，就是以弗所教会好出了状况，好，所以要提摩太好在停止以弗所教会的错误教义。而保罗这样的命令是来自于神的爱，也是为了让福音能够健全。同时，保罗也用他自己是罪魁的身份，好来知道，好上帝可以拯救每一个人，并且劝提摩太要为上帝的话打美好的仗。而我们在第2章，好，牧师每次都会做一个复习，好，就是让大家以后你读到提摩太前书，你都可以背下来这样子。好，第2章就是要用祷告取代争论，好，特别为君王来祷告。好，在提摩太前书那个年代，好，已经是尼禄皇帝当道的时候。而且尼禄皇帝他已经从一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王，却变成了是一个暴君哦。所以保罗透过祷告能够让人民跟上帝得到建立正确的关系，而上帝的旨意是要人人都得救。所以保罗要传这样子的福音。而男人要祷告，而不是争论；女人要用内在的表现胜过外在的装饰，好来明白、认识、尊重上帝的权柄。那在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好讲到教会很重要，好的基础来自于长老和执事，而长老的身份好是从家庭开始而向外，好像我们分享这个彼得后书从1楼爬到8楼，而执事呢也要从内，好就是让他的内在诚实可靠，好能够将来好成为一位好的监督长老，这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能够透过这样的真理的实行实践，把上帝的真道好透过长老执事好一层一层的活出来，也是一个奥秘。
而从第4章开始是圣灵给保罗的提醒，保罗也写在这封书信当中，就是末日，魔鬼会猖狂，会使人来离弃真道，并且会使人来离开这个基督的上帝的话语。好，所以必须要禁戒他们，而且很多当时错误的教导，禁止人嫁娶，也禁止人吃这个摸那个，或是碰那个，很多的禁忌。但是保罗说，透过上帝的话和人的祷告，这些都能够成圣。而保罗要提摩太思想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能够把正确的教义，就是执事在这边的意思是仆人，传扬出去。而且虽然希腊的运动员在操练身体，让身体很健壮，但是保罗要提摩太效法运动员一样操练对上帝的敬虔敬畏，因为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操练是有今生和将来永生的应许。所以4章11、12节开始，要提摩太以身作则，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5件事情，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而且要提摩太继续的殷勤去做。所以我们昨天读到的金句就是4章12节，我们来念华语的地方，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好，那所以保罗自己也做榜样，他期待提摩太也要做榜样啊。那在保罗那时代的以弗所，我们可以从今天以弗所的遗迹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的街道宽不宽敞？很宽敞。以前罗马帝国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所以这条路呢，还要过爱琴海，还要经过希腊半岛，才能够去到意大利的罗马。但是呢，罗马帝国的这个名威远播，声威远播，所以连以弗所这个亚细亚交接的地方呢，他们的用的房子材料，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是非常的精细，而且呢，一维持到现在，将近要2000年，有的超过2000年，甚至更久，到现在还仍然矗立在那个地方。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光那个剧院剧场就可以容纳25000人了。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所以从这些游客的身影呢，你可以去想象一个画面，在当时的以弗所地区教会，在那边一定是一个非常热闹，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桃园市中华路、中正路，走到火车站一样，非常的热闹。所以这个教会在这个热闹的地方，他要面临很多的来来去去的人，保罗他要怎么样帮助教会？今天这段经文这张照片是从这个以弗所25000人的剧场可以看到另外角度，它就是盖在一座半山腰的中间好，透过这个山的地势，然后来做25000人的位置。好，那这个剧场是在耶稣的时代之前就已经盖好，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好，甚至呢在保罗的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就被众人推到这个剧场当中，然后非常抗议他们，把这个雅典民女神的信仰都快要搞不见了，因为很多的行邪术的这些人呢，都把他们的书都拿来烧掉了，所以那些做银匠的、做雅典民女神神像的，他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卖了，所以他们就起来煽动，然后引起一场的大暴动，那也让保罗因此而决定要离开以弗所，去到下一站。好，那在今天第5章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把画风转到了教会非常卑微的一个对象。前面我们第3章看到的是长老，看到是执事，好，然后在第4章看到的是圣灵的提醒，然后呢要怎么样做教会众人的榜样。可是到了第5章呢，却是提到1到2节指了教会中的老幼男女的基本原则，好，包括要把会友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一般的对待，就可以用合一的方式来做什么呢？劝告他们，所以我把它标起来。重点不是跟他怎么样对待，而是你怎么去劝告他们。因为保罗说你要做信徒的榜样，
所以当你年轻的提摩太，好，你遇到年轻的单身姐妹，你怎么样去辅导她、劝告她？年轻的提摩太，你去遇到阿公阿嬷，你怎么样去劝诫他？好，卖个保教啊，好，不要再喝醉酒了，不要再飙车，不要再赌博，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好，关键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人。好，你看到自己的阿公阿嬷，好，这个抽烟喝酒保教，你一定也会想要去劝他。你看到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好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会想要不对的事情，你也想要去劝告他们。好，所以不要因为身份而不敢去劝告他们，只要真的把他们当作是家人，自己家中的人，好，你就不会见死不救，而对他们不闻不问了。而3到16节是比较长的一段，几乎都在讲教会弱势中的弱势，好，就是谁？寡妇。好，在讲寡妇，好，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节奏，好，非常的快。可是来到了这第5章，好，特别是3到16节，好，用了14节的篇幅，在讲到关于寡妇的事情，表示这个教会的寡妇的问题多不多，严不严重？好，所以保罗特别要教提摩太，好，怎么去面对寡妇在教会中的问题。好，那有两个原则，就是真正的寡妇，好，要先分辨是真的寡妇还不是真的寡妇。一般都认为寡妇是怎样？先生过世了就是寡妇，好，但是保罗说还要再定义真正的寡妇，好，要尊敬，但是先生过世了，好，但是他还有儿女、亲属，甚至是姻亲的亲属，好，那要由谁来看顾呢？亲属来看顾哦，好，所以这个保罗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好，不是所有的寡妇，好，你都一定要去帮助她、看顾她哦。然后先生过世，教会都有责任要把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第二个呢，因为在当时妇女的地位低落，好，所以一旦失去丈夫的资助呢，容易生计产生缺乏，好，然后就会生计受到影响。但是真正的寡妇，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好，她是仰望神，她真的是无亲无靠，好，没有儿女，甚至没有亲戚可以帮助她，她只能依靠谁？依靠上帝，所以她只能够昼夜不住的祷告。那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有的话要告诉牧师，好，或是告诉我们的区长、小组长，因为这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已经没有亲属了，他已经没有儿女了，没有家人了，好，所谓的独居老人，好，不一定每个独居老人都要去关心，好，因为他可能有孩子啊，有子女啊，只是他的子女关系不好，好，然后不来理他，好，但是教会的责任是什么？等一下会看。第二个部分，好，9到16节，那时候的教会就已经在推动，为要接受教会救济的寡妇，好，当时的寡妇，好，是可以登记在教会里面，教会就会好来供应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吃有穿有喝，好，甚至有家可以住，好，那他有定他的年纪，好，但是呢，有的人很年轻就想要来让教会养，好，所以保罗为提摩太定下，好，以弗所这个热闹的地方，好，你要年轻的寡妇呢，不应该让教会来养，好，他应该好能够鼓励她再嫁，因为寡妇并不是不能再嫁，而且保罗认为年轻的寡妇最好再嫁，不要登记在教会来守寡。好，并不是所有的有儿女的寡妇就不需要救援，好，但也不是所有犯错的寡妇都不需要救援。教会要因为信徒的需要来制定规章，好，尽教会牧养关心的责任。好，所以在读提摩太前书第5章好的这一段的时候呢，好，我们可以慢慢的、仔细的好去看，好，保罗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为什么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好特别需要照顾寡妇？好，几个原因。好，当时罗马帝国，好，因为以弗所算是罗马的大城，好，所以罗马帝国要征召当兵的时候，男人就出去当兵，出去当兵就出去打仗，出去打仗可能就死在战场上面，就没有回来，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地方很多的寡妇，或是男人出去打拼，好，特别像哥林多，好，那是一个海港，好，哥林多有很多的人啊，很多的奴隶，
好，很多人出去当这个船工、长工，好，长期在外面工作，好，以至于呢，在外面可能遭遇风浪危险，好，所以就回不了家，好，就太太就成为寡妇，或是男人过度的劳力，或是男人过度纵欲啊。好，那如果我们读到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会知道哥林多还有一个女神庙。好，那个女神庙呢，好，甚至还有庙妓。好，庙妓的，所以鼓励男人都去那个庙里面去敬拜那个女神，就是跟那边的庙妓行淫发生关系啊。好，所以在以弗所也有可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异端，好，或是这些异教好的风俗。好，或是其他的原因，让以弗所这个城市好，就有很多的寡妇需要照顾，而这些寡妇好，也引起教会的成为教会好这个工作或是时间上面的重点。好，就是教会都把精力，就像我们读使徒行传，好，当时候好有为什么选出7个执事？好，就是他们要照顾讲希伯来话的妇女，又要讲照顾希腊话的寡妇。好，所以教会的12个使徒，他们就没有时间专心的祷告传道，好，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上帝让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才又选出了7个执事，好，去管饭食、煮饭，然后送去给这些寡妇，好，他们家里面来用。所以，如果你在以弗所教会，你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寡妇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好，你可能会开小会的时候说，哎，我们来提议，好，我们来设立一个友爱基金，我们来设立一个协会，我们来设立一个组织部门，好，然后来照顾这些寡妇。但长老负责开会，但是问题是，提摩太也有讲到执事啊，那你是教会执事，你要怎么办？好，你是不是要冲第一个？一天到晚就是要送便当，好，然后这个 Foodpanda， 好，然后 Uber Eat， 好，然后就要送饭食送到这些的人家中去。那你可以负担得了、负荷得了？如果教会决定要这样照顾的话，所以我们很实际的去想的时候，好，就会发现，哇，教会会花很大的力气、时间照顾这些人的生活。但是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在哪里？传福音、建立教会，好，然后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可是大家都一整天下来，煮饭的煮饭，好，然后送饭的送饭，回来还要洗厨房，回来之后还有力气去传福音吗？还有力气去读经吗？晚上还有精神来参加祷告会吗？可能大家都累垮了。好，所以保罗在这边提了这一段话。好，那我把它放在同一页，好，是方便我们好能够来看好他的这个编排啊。这里提到了4个身份：老年人、年轻人、年老的妇人，还有年轻的妇人。好，所以前面2个是指男生，好，后面2个是指女性。好，所以意思就是男女老幼都在第1、2节当中。好，在教会当中就是男女老幼。好，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注重的关系，不是你只有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年老的都不用理他，或是你只有跟长辈在一起，儿童都不去理他，而是要做教会的长老监督，做教会的执事，男女老幼都要对待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般。后面3到16节，好，讲到真正守寡的妇女啊，真正守寡的妇女，好，保罗开始先排除法，教会真正要关系的。如果他有儿女、有孙儿女，好，就要让他们来尽孝道。真正的寡妇呢，好，是无依无靠，只仰望上帝，日夜祷告，求上帝帮助的寡妇。这样的人其实不容易发现哦，不容易发现，因为他可能已经无依无靠到一个程度，好，他连到教会，好，或许也有困难。所以教会的责任是要找出教会当中好没有人可以去照顾他们的人，那这就是教会的责任。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照顾他们，好，那就是他们的亲属的责任。好，所以保罗分得很清楚。另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寡妇，好，他们可能还很时髦啊，还想要去逛街啊，好，然后还想要出去旅游啊，好，想要很多的享乐，很多人生的梦想。好，保罗要提摩太教导他们，好，就是要操练敬虔哦。好，昨天第4章讲的要操练敬虔，而第9节开始讲到寡妇的登记要几岁以上呢
60岁以上啊，所以59岁以下的寡妇，即便她没有儿女，好，但是教会好，因为她60岁以下好，都还没有到法定退休的年纪，其实她还是可以去有谋生的能力，还是可以去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打拼和努力。好，真的是有一个年纪的好，然后她也年老了，那这才是教会好，而且后面还有很多条件哦，譬如说只结过几次婚。好，如果他又再嫁呢？好，那教会也可以有理由，好，不用好把他登记在教会好的寡妇名单当中。然后很严格，第10节还要有好5个条件：善行的生育，譬如说他善于养育儿女、接待远客、洗信徒的脚、扶难济急，尽力做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些的寡妇，好，她真的是在教会，意思就是说她在教会是长期的。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好，有见证，有善行，那教会好就可以好好的来照顾他们的下半生，好，下半辈子，好。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在教会当中，好，那这也不是在保罗的名单当中啊。而年轻的寡妇呢，好，就要鼓励他们再嫁，好，因为他们还年轻。而且好，后面有提到12节，好，可能年轻的寡妇好还不够有智慧，或是不够老练，好，所以很容易说长道短，说三道四，好，专管闲事等等，好，很容易产生教会的问题。而且他又不去工作，然后又有在教会里面整天混在教会里面，有饭可以吃，有地方可以住的时候，好，更容易产生教会内的问题。所以虽然提摩太前书没有去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可是我们从这些的资格条件里面就可以看到，好，保罗怎么样教导提摩太去管理教会，避免教会里面好因为人跟人的在一起的问题，而让问题也带到教会里面来。好，所以16节，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谁来照顾这些寡妇？真正的寡妇，好，又是信主的妇女啊。好，所以保罗是尽可能告诉提摩太，好，把真正当中需要没有人可以照顾真的寡妇，好，教会才去关心他，而不要去把别人的工作、把别人的责任通通都丢给教会。这也是我们今天好在教会里面，不论是担任区长、小组长、担任长职同工，我们都要分辨的，这是谁的责任。好，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怜，看到一个人在路边，就想要把他带来教会，然后就请教会好来关心他，就打电话请牧师去探访他，然后就打电话好请这个小组长好去送礼物给他。结果去之后才发现，他自己有小孩啊，好，他自己有很多的孙子啊，好，他自己可能外面还有哪边还有财产啊，好，或是什么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在浪费教会的资源啊，好，所以这有一句话说，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这样教会才能照顾那些真正无靠的寡妇。好，圣经说不可怎样，上面写的，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这个心态好，我们都要去学习。到底这个担子在谁的身上？好，是教会的吗？好，是牧师的吗？还是这个人的家人和亲属呢？好，要分辨得很清楚啊。好，而不是说啊，我们那个爱心爆炸，好，爱心泛滥，好，然后看到路边一个人好可怜哦，我给你呼呼秀秀，好，马上带回来教会，然后让你住在教会，然后就请教会所有人都来关心你一轮。好，的确在杜拜还曾经有这样子，好，是有这样的新闻，好，说在杜拜几乎路上没有乞丐，然后有一次一个人受伤住院，就很多的土豪，好，开着各样的跑车就来这个医院送礼物，排队送礼物给他，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人可以关心，好，这不知道是好几年前的新闻，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天天有这么多的土豪在这里，教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教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好，而如果我们都把时间、把精力都忙在这些的事物上面的时候，那教会真正的工作谁要去做？没有人去做了。因为牧师也在照顾寡妇，长老也在照顾寡妇，执事也在照顾寡妇，没有人在注重传福音，没有人在注重保罗所说的，你要以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为念，直到我来，而且要在这些事上殷勤去做，在这些事上让人看出你的长进。这些事情没有去做，然后都在做外围的工作。好，所以保罗才说，
这样教会才能够留住力气，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这张图有没有印象？好，有一个寡妇，好，有很多人都来到圣殿奉献，但是有一个寡妇怎样？好，投了2个小钱。好，耶稣说：好，这个寡妇奉献比你们众人都还多，因为你们是把你们有的拿出来，这个妇人是把她养生的所有赖以为生的，通通都奉献给上帝。所以耶稣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寡妇，好，她真的是对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也说：好，要这样子来纪念她，好，要这样子来纪念她。好，所以教会应该要去看到这些真正无依无靠而且行善的寡妇啊。在以弗所，好，如果有去那边旅游，好，应该会去这个地点啊。那天康姐也在分享，好，有去这个圣约翰大教堂。这个教堂呢，好，就是使徒约翰带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来到以弗所居住的时候，好，约翰死不是在第1世纪，好，因为他活了超过90岁，他死在第2世纪初啊，而且被埋在以弗所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面，所以那座小山，好，就有一个这个地方在纪念使徒约翰，好，据说这是他的墓，而且然后呢，这个以弗所圣约翰大教堂是在主后的第6世纪，好，才盖起来的。好像因为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看见异象，写完启示录，他居然还可以活着回到以弗所，而且他是12个使徒当中唯一可以是善终的，就是不是被砍头，不是被倒钉十字架，不是被迫害的，是真的活到老，好，活到老。这也是耶稣好在当初的预言当中所说的。那约翰照顾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好，传说玛利亚就在这里度过她的晚年，就是以弗所，好，而且在这里过世。那他当时跟彼得使徒约翰来的时候呢，是因为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好，所以其实耶稣有弟弟，好，耶稣也有妹妹，好，那照顾玛利亚是谁的责任？好，当然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啊，好，那他的大儿子耶稣已经死了，好，钉十字架了，剩下就是其他的儿子跟其他女儿的责任。但是因为迫害的缘故，好，那其他的兄弟姐妹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好，但是呢，耶稣好就把这个玛利亚托付给这个约翰哦。好，所以这个教堂呢是在1951年好的时候，好，据说还是一个德国的修女好托梦好找到这个圣约翰教堂的原址啊，好，那不是真是假不知道，好，但是这今天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童贞女之家，好，就是纪念玛利亚，好，她年老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当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看见他的妈妈在那里，然后又看见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在他旁边，就对他的妈妈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好，那门徒就怎样接他到自己家里去啊？好，那时候约翰可能还很年轻，好，可能10几岁，但是呢，好，他就开始照顾耶稣的妈妈，好，照顾到耶稣的妈妈过世，好，不知道多久，好，但是我相信这一段时间，好，非常非常的长。而这个约翰他自己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有没有自己的孩子，好，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好，但是耶稣把他托付给他的时候，好，那约翰好就尽忠的来照顾他，好，所以从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教会好要照顾的是真正无依可靠。就如同好，耶稣他也要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年轻人、对待弟兄、对待姐妹，都要像是一家人。好，耶稣不过是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好，但是这位门徒约翰好，却是一生好忠心来做。今天这段经文好提到了如何对待教会内的主内弟兄姐妹，也提到了如何对待寡妇，还有提到了教会好要如何照顾真寡妇。对待弟兄姐妹的原则只有一条，要怎么样？像家人一般。好，只要记住这个原则，好，你看到你家里的人，你会怎么做？在教会弟兄姐妹，好，也应该是这样。好，不要差太多。而对待寡妇呢，好，要先厘清了到底责任好在哪里。好，这是教会要第一步。好，而不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好，那教会一定会被重担会越来越重。而第三个，教会要真的要照顾寡妇，好，它有顺序。
年长的优先，超过60岁。第二，有信仰见证的优先，好，他必须有好名声，善于养育儿女，洗门徒的脚，好，然后做各样的善事。第三，无依无靠的优先，没有亲属了，好，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了。还有第四，他要有好行为，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啊。好，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一些年轻的寡妇，好，她在教会里面被照顾的时候，但是因为她在外面到处说长道短。结果引起仇敌的攻击，人就说啊，恁在教会，好，那也弄一寡人在讲一寡家的话，好，所以因他为就这，好，就是闲言闲语太多，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所以教会就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的地方，不能够见证上帝，最后不可拖累教会。好，那好，所以重点就是让教会能够去真正帮助到好那真正无助的寡妇啊。好，所以今天的金句5章3节哦，好，我们一起来读华语。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妇女，好，台语就尊重真正无依我的寡妇啊，好 ，give proper 好 recognition to those widows who are really in need， 好，照顾那些真正 in need， 好，在需要中的人，好，才是教会好第一优先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教会也要设立界限。当教会在做慈善事工，教会在做社区事工，当教会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当中，应该要把重点先后顺序要理清楚，也要让教会的不论是这个长老、执事或是牧者，都能够有智慧来分辨，应该如何在险恶的世代当中为耶稣做见证，同时也借着对教会的治理，让教会内外长老、执事，甚至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是连年轻的寡妇、年长的寡妇，都能够有好名声，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也求上帝帮助我们的教会，也都能够如此行，也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荣耀上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回应神对我们的呼求。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同心站立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感谢主。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这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是的，我们以祷告来寻求主你的面。主，谢谢你。
我们专理所有的。是的，主，我们定义单单的要来跟随你，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是的，主，求你来掌管全地，求你来怜悯医治者。哈利路亚，主，愿你荣耀再次降临。哈利路亚，我们呼求你，阿爸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第一个，我们要先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在迦南教会当中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们来祷告，为那些没有人照顾、没有儿女、没有人在身边无依无靠的弟兄姐妹，不论他是弟兄是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为在教会当中的这些孤儿寡妇们来祷告，为着在我们周遭，上帝你把它放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一些出外的，或是远行的或是没有人照顾的、无依无靠的，主啊，他们昼夜向神呼求、向神祷告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无助，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身边，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分享，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互相的照顾，让我们能够彼此学习彼此的相爱，学习彼此的帮补。主啊，让我们能够过团契的生活，过彼此相爱的生活。第二件，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为我们教会，特别为牧师、长老、执事能够有智慧、有界限，同时为我们的区长、小组长们更加的老练，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不是把教会的资源全部带到外面，而是让每一个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家中来受到关心、受到祝福、受到照顾。我们为这些教会的同工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为教会的牧者、为教会的长老、执事、监督、区长、小组长们、同工们、全职同工们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同工们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知道怎么样来分辨，知道怎么样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真道，主啊，来帮助每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让教会教会一昧的来去做付出，或是一昧的关心，而造成教会的重担。要求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分辨。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的同工领袖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接下来为迦南教会来祷告。首先，我们要请坐。好，为教会的共读事工来祷告。好，帮我按一下。好，祈求上帝借着弟兄姐妹共同的参与，不论是读经，不论是诗歌，不论是祈祷，都让或是参与都能够同感一灵，能有紧密团契的关系。第二个，为教会祷告会事工来祷告。好，今天我们透过现场的祷告，透过 Google Meet， 透过 YouTube 直播，我们希望可以连接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不论你在哪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同心来祷告。哪怕你是事后再来看重播，也盼望你在看重播的当中，也能够心和我们一起在这里为教会的祷告事工来祷告。不论是周间的祷告会、主日的祷告会，都能够与圣灵来同工，经历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众人的心怀意念。第三，为我们迦南教会目前极度欠缺执事，
也欠缺干事和全职的同工，祈求上帝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这段的缺乏的时期，能够委身投入教会的服事行列，让教会的各项事工都能够顺利进展。所以为共读的事工、祷告会的事工、为全职的同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要祈求上帝来帮助，让教会各样的事工能够顺利的进展、顺利的进行。主要也为教会的共读事工，主要求上帝你来带领，能够感动我们，每一天借着你的话语的提醒，让我们走在你的光中。也为着祷告事工，让我们读经，借着上帝的话，也借着人的祈祷，能够经历上帝的美善和美好。也为教会的服事同工、全职同工，还有为教会的执事来祷告，让教会17位的执事，主要都能够来看重自己的职责也能够参与在教会的圣工当中，能够长大成熟，经历主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创造救赎的主，我们要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赏赐我们儿女的身份。父啊，我们是何等人，你竟将祷告的权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为阿爸父，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所担忧的、我们所喜悦的，将一切在你的面前倾心吐意。主，我们要祈求你来赐给迦南的弟兄姐妹有一颗渴慕你话语和真理的心。主，让迦南的弟兄姐妹愿意学习妥善的安排时间，起来学习参与圣经共读，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在生活中经历上帝话语的能力。主啊，求主来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举起祷告的手。主，让我们用膝盖的代价来为我们所担心的，为我们所高兴的，为我们的肢体，也为教会的事工一起来祷告。主，因为知道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主，虽然经历了一些事件，在执事和全职干事的出走，使我们的服事的人力短少，但感谢主，也让我们经历耶和华坐着为王，经历我们的主是大事小事都看顾，纵使服事人力短少，但主你是永不误事的主。求主呼召感动你的儿女，离开自己以为的舒适圈。主，让你的儿女勇敢地承接服事，承接这荣耀的身份，一起与主同工。我们将在服事中来见证上帝所应许运行的大能，经历从主而来那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是不足的，主，但在你没有缺乏。谢谢主垂听你儿女齐心的呼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刷下咱们为着咱的集体来祈祷，咱为着咱的成人牧区地高修州的谢志鹏小组长为来带导，伫咱礼拜前伫云南的昆明跋倒，即马搁伫昆明的病院伫遮来收养，总是已经有接受好的治疗，拢总有11支的这个边仔骨受伤。11根肋骨有好的复原嘛，互这个救助协会当完成这个流程，会当顺利回来到台湾。第二点是为着第8小组的翁吕红昭姊妹，伫礼拜天中风，紧急送入这个加护病房目前还没有办法拔管，有这个心律不整的现象。求上帝来看顾这个红昭姐，互红昭姐会当平安经过这个难关，买当早一日来出加护病房，等到伫这个普通病房，买当早一日出院等到咱的中间，继续来聚会。第三，为着第俊年牧师来代祷，因为膀胱细胞的受损出血，到这个尿道的阻塞，
好，在做这个玻尿酸的治疗，好，逐礼拜3也求上帝看顾医治，好，这个治疗会当有顺序，好，血红素袂伤低，也嘛感谢遮的同工，好兄弟姊妹，好来自愿来做这个司机来接送。第4点，为着第14小组的陈怡红姐妹啊，好，这尾水开刀以后的复原；19小组的丽娟姐，姐丽英姐脑溢血手术以后的这个复原，甲文道兄，好，这个腰肌的功能，好，会当接受治疗，好，咱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好，拢会当真顺遂，好，伫这个中间，好，会当来得到上帝医治。咱除了这的兄弟以外，也是咱的身躯边，好，我们的家中，好，有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个人，好，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好，除了志鹏、洪昭姐、郑牧师、怡红，还有丽英，还有这个文道兄，好，为我们周遭的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先来祝上帝，阮为着伫阮中间，也是伫阮身躯边四周围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为因来代祷。主啊，你知影阮伫病兄中间所经历、所拄着遮的欠缺，甲遮的困难，总是上帝你讲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愿上帝你是阮帮站，愿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奇妙的大权能，互阮会当呼求上帝，呼求神，上帝就来医治帮助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名来医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的疾病、身上的病痛都要来离开我们让上帝的平安、喜乐、健康，还有上帝的生命的气息、生命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身强体健，让我们能够身心灵都健壮，来抵挡一切的病毒，抵挡一切恶者的攻击，让我们能够用健康的身体来荣耀神，来服侍神，来奔跑天路。因为上帝你讲，我的身躯就是信心徛起的所在，愿信心大大充满我每一位兄弟姊妹，互我们得到信心的溃烂甲互我们的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刷甲咱们为着教会的牧区来祷告。好，为着青年牧区，好，在6月的端午节连假，好，要去到苗栗有同工的退休会好，求上帝帮助咱的青年的同工，好，能凝聚好向心力，好，现在是有30几个人报名，刚好30个，好，30个人报名，好，拢会当好最今后的青年的暑工，好，引带更加多的青年来到伫教会。以及咱即马要进入第3季好，所以7、8、9月是第3季，好，所以这第3季的服事表，好，让这服事同工，好，能够有很好的安排，而且大家都能够认领。好，牧师看到我们的服事表，好，几乎从第一次看到跟最后一次看到，每个礼拜都在变，然后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版本好，但是这些同工很辛苦大家都会很认真的事先去把它瞧好，好，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服事能够越早的确定好，也能够减少这样的变动的情况好，大家都能够好在被安排的时间好，能够很顺利的服事。接下来为儿童牧区来代祷好，儿童牧区好要在暑假当中好一个升级礼拜。这个升级礼拜好，代表这些学生好，孩子们好，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好，所以为他们的完成的里程感谢，也为他们迈入一个新的里程好来祝福好，而且也让教会的儿童的事工、儿童牧区的同工老师好都能够发挥教导关怀的功能，让每一个主的羊都能够得到好的牧养。而且我们的儿童牧区的硬体场地，好，在2个礼拜后，好就会正式的来启用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好这一切都能够顺利。还有最后一个是为夏令营的筹备，好，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好，在7月的第2周就要来开始。所以剩下这1个月的时间，好，求主赐给同工智慧活力，也让同工们好都有好的预备。好，我们就为教会的肢体好，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好，为夏令营的事工好，我们再一次同声开口，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现在祝上帝，阮这个时阵要为着教会的心灵牧区为着牧区中间的兄弟，为着青年牧区为着青年的退休会甲为着青年的遮的服侍
会当来引传更较侪亲的来祈祷来祷，也愿上帝就互教会每一位服侍者，伫第三季的服侍的即个参与中间，拢会当有真好的即个参与，嘛拢会当来集中来完成上帝你的图的即个交托，为着儿童的牧区，以即个阿加佩的即个升级甲遮细囝囡仔，互伊会当自细汉伫教会就来认捌上帝，也会当来尊叹上帝、教示甲上帝的话，互伊一生到年老拢无来离开上帝，互伊当继续伫迦南教会，诚做迦南教会所培养的精兵，会当伫迦南教会伫桃园即个所在诚做属耶稣的根甲盐，会当来伫逐所在为主来做干净。主，我们为着夏令营而且筹备当中，甲刷加1个月的时间，愿上帝带领每一位儿童这个夏令营的同工们每一位服侍者，主啊，他们都能够做身心灵充分的预备，也他们所预备的一切都能够有美好的成效，都能够有美好的果效。主，愿将这代志拢摆在主的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我想说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2个人就好，跟你旁边的人问他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边祷告上帝有在我们当中所以为你旁边的人为他祷告2个这样子，就开始，现在就开始。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我们在座在场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为着他们的身心灵，为着他们的工作，为着他们的家庭，为着他们的需要来祷告。愿上帝你垂听我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也愿上帝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万事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在顺境当中赞美，在逆境当中也赞美，如同保罗、西拉即便在监狱当中，在夜间仍然要高声大声的赞美神。相信我们的祷告必要震动天，也要震动地，也要断开我们所有一切的监牢一切身上的枷锁和锁链，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愿上帝大大充满，大大祝福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祈求代祷事项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垂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赞美神，一起来拍手。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
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真的可有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用赞美来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对你的赞美。我们知道，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你凡事都能。愿上帝你的话语就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每一天路上的光，也照亮我们的生命，驱走一切的黑暗。特别也求你的灵大大与每一位病痛当中、忧郁当中或是缺乏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经历上帝格外丰盛的恩典，让他们能够知道上帝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上帝。我们同心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赞美，最后要用祝寿嘉许我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恩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们搁一摆拍拍，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好，我们彼此请安，好兄祝福。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好，明天早上、晚上继续有共读，欢迎大家参加。哦，好，这是洪昭姐的女儿哦。